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关怀演艺人员的基金会举办感恩的餐会，大家提早来围炉拜年，有将近400个艺人来参加，都亲像咧开同学会同款，真热烈。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以及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董事长曾宏嘉，捧酒杯啊，甲大咖的资深艺人拜早年。 有人说，人生是由记忆组成的，这些资深艺人都是我们人生很宝贵的记忆，就构成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们觉得，办这种餐会跟他们见面，看到他们都很健康的来一起跟我们参与，就觉得很开心。 这是演艺人员春节联欢餐会现场，包括资深的艺人何立芳，还有长风顶有400多人拢热情参加。老朋友做伙，大家看起来拢真欢喜，袂输是同学会同款。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受邀请参加，伊讲在华视看到真侪资深艺人珍贵的相片，去年伊就将因整理变成专刊。我如果把我们演过的戏剧按照年份一直过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华视这50年来，它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影视界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就是从华视开始，所以我称这本书是我的起家厝。 难得做伙，资深的艺人互相拜早年以外嘛，真珍惜这1年3节，每一摆会老朋友的难得机会。